多謝南華傳媒，多謝今日嘅評審，亦都多謝各位參與嘅來賓，俾到我哋呢個機會。遠洋集團遠洋地產今次攞到呢個獎，我哋亦都做咗好多努力。喺過去嘅一年啦，我哋亦都有好多嘅新嘅動作，去使我哋嘅業績不斷嘅發展。包括喺資金嘅方面，我哋有好多嘅創新嘅工作。其中一個我哋覺得比較值得驕傲嘅就係喺我哋喺國內8月同埋10月份集資咗100億嘅資金，亦都係創咗喺房地產入邊呢個募集成本最低嘅，10年期嘅成本唔超過5%。咁呢個嘅成績咧，我哋會繼續嘅努力，亦都有呢個充足嘅資金嘅支持之下，我哋會擴大我哋嘅發展，例如喺海外嘅市場嘅發展，亦都喺香港入邊，我哋亦都同我哋嘅股東有一啲嘅合作，喺將軍澳有個合作，咁亦都希望我哋嘅產品可以適合大家。嚟緊遠洋地產嘅發展，亦都有賴大家嘅繼續支持，我哋亦都會繼續努力。再次多謝大家 ，thank you。